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 是无相生的命，为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真心付出偌大。 要甲你请教一个人啦，你甲人啊请一个人，迄人啦。哎呦，像我上长，哦，你要问啥物人咯？你是这下门人是？咱来上歹人呢？啊，上歹人。怎样？你某咧？我做茶楼啊。哇，做茶楼。恁囝在做啥？做土位呢？做土哟。土位。哇，大栓，无等下无个当出去。不要闹脏。酒。好，这好。加菜。认真啊！你看那个菜摆呀，可冇记性。头家。哦，食变节叫你往边走。那是在这。就这。莫甲伊讲啊，在我的老婆，讲啊。对啦，拄则咱人开始你问了，好多等你遐大啊，人继续去问落哦，我话终于要拍死大车。嘿啦，妈，台湾我也听无，咱点点要吃，叫咱紧来走啦。对无？点吃。啥物人讲我答案你听无啊？你会晓听台湾话哦？会啊，会晓讲哦？会啊，嘿，头家你嘛咧糟蹋人。嘿。 你会晓讲，撇婆直接咧甲你问，你唔着甲伊讲道理就好。你感觉你弄着，我听甲扫扫有法度。老家啊，我就是咧讲咧，拄则撇婆你问你讲什么？你要做上歹人，你问什么做贼王，你叫你做土位，我口要拢裂去啊！你听唔对啦，我是讲哦，我上海人啦，哦，阮某咧做裁缝啦，裁缝啦，阮囝咧做土水啦，做土水，无趁是要哪食啦？一顿茶到这啊！安心啊吃，安心啊吃。你啥个样啊？歹势啦。好，食饱。你唔知捌一条做建华无？哟，建华，有这无？哦，伊是毋是这个料理真够做？哎呦，啊，伊姓啥？姓陈。陈建华。对。 40外岁人，因兜住伫个湄洲，对不对？对。哈哈，以前伫我遮做师傅的啊。别问，做保镖，应该叫伊出来。你若5年前叫出来，伊就随出来。即马无法度啊。伊即马都无大啊。啥？无大啦。已经离开你家。是啊。5年前已经离开哦。对啊。原来你无继续留伊住遮。但我是免那个留啦。头家啊。嘿。你哪会无大通个留？哇，你建华来住我遮食头路哦，上主要就要找伊的查囝啦。看我这个偌有效呢，伊个湄洲因老母哦，身体听讲哦，无讲真好啦。这个为着讲哦，要加趁淡薄仔钱寄回去哦。朋友我看你去跋筊啦，一个跋筊哦，挖建半件输啦。欠人偌济钱呢？人来甲讨啊，无法度去走路啊。走路。哇，他去了，真好势啊！哎呀，头家，你知影即摆到底什么所在无？有夹片啊？你无夹片？夹皮哦。有无啊？有无？有夹尾啦，伊就讲哦，伊反悔啊啦，有机会哦，要搁倒转来住我这间啦。嫁回来，今日你叫要为倒位叫啊？哟，
迄张批，上海吼，上海上海啊，杭州啦，杭州，杭州杭州哦，哦，进来，快些，好啦，快些哈，是这里的欢迎，伫杭州啦，啊要无啊，啊打一声就去啊，迄杭州遐尼大呢，啊咱5个人是要去倒去海底梦尖啦，第二句啊，啊，叫我看哦。你看安怎？你看免找阿心？不，只有这办法。是你。若要知影咱爸去厝，只有问阿兄才会知影。啊，做囡仔兄，你若遐人即摆伫倒位？阮阿兄伊对雕刻真内行，根据我所知影，伊即马人伫坐福州，伫雕刻厂内底做工课。福州雕刻手。爱你就是每日互你唱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踮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是我上生命，为着要互你做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爱你就是每日互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。袂歹，啊，服务搁周到，啊来参观讲有奶鸡通食。食啥？你敢若摊鸡哥好尔啦？哦，啊，这是安怎食安怎斗呀？斗到有够水的呢。怎么安怎接安怎斗？这无简单呢。哦，这本来是敢若一粒石头尔呢。一粒石头。要刻这不是普通的角色呢，这是真有名艺术家吼。照这色字要刻，你也看卖啊呢。只有奶子有无？有花，金蕉，葡萄，无简单呢。真好，小问一下哈，啊，这若要甲比爱偌济钱啊？我想讲我要倒去台湾哦，啊，阮其实咱做一个纪念的啦。啥话啊？你要买啊？拜托的好无？你这看较清楚的吼。好，买卖钱哦。请问恁遮有一个叫陈文庆的人无？陈文庆啊，有无？你要找陈文庆？嘿啦，有到你家啦。要来，是不是请伊出来者？我就来一要找伊。呀，拜托啦。歹势，早就对这个所在啊，你。离开啊！班长啊，请问伊是安怎离开的？本来是阮遮咧调客，迄工夫实在有够好，啊，大家拢真头学落啊。啊，有一工吼，伊调一个全新的是，我调，所以讲伊调客袂落去啦，啊，煞来离开这个所在。啊，要离开的时吼，煞留一张批啊，
你敢知住什么所在？什么所在我可唔知啊，但是我知吼，伊常常走去高山一个演泉寺去遐咧拜拜。啊，高山演泉寺。我喷泉寺咧，这叫高山演泉寺啊。哦，唔捌点点啦。行啦。我唔对啊了。哎呀，你话，嘿，迄本钱无伫家内底啊，你食菜哦，食菜哦。你又唔知在讲讲诶，咁你食菜？哦，我对啦。这历史无久啊咧。哦，好，有大紧来的，好，演泉寺，紧来，紧来，紧来啦，好，水。来到庙寺，爱较细心。紧来，阿妹爸，紧来啦！行。拜托，我这抓来就是替秀兰要来找伊的子孙啊，叫做文庆啊啦。现在文庆啊，人唔知去伫什么所在，拜托有做你甲我讲哦，拜托，我阿皮婆啊，一定会感谢你哦。阿พี่婆啊，咱个副总是你保庇咱的啦，伊一般无法度人甲你讲话啦，对无吼？我晓得啊，佛祖偌灵感的呢，先我袂讲话，用跋杯。宝贝，那爱知文庆啊去倒去哦，叫阿皮婆用银角啊吼，跋东西南北，啊若想杯哦，迄位就是你啊。是的呀，喂，你的巧哦。我滴个句啊呢。宝贝，安尼个电话有通嘞，你紧也拨看卖。阿พี่婆，走看嘛，对，紧走。请你甲我指示，文庆若是伫当边，请你饮一杯。哇，笑杯，来，没事，跟一摆。不错，请你指示，若文庆啊伫北边，请你饮一杯。好了。小杯啊！啊，是北边。为你精心付出偌多。我就甲你看了，我讲你即马当这咧拍麻将哦，啥物我都八甲办连庄，咱即马是做咧办正经代志的呢。嘿，第句啊，你都唔知影，当然嘛是正经代志啊，对无？即摆咱跋杯跋了后哦，讲北平行，北平哦，嘿，迄国语有一句话你讲哦，书行两周，书美人啊，对无？嘿啊，有理哦。所以讲哦，文庆安小妹哦，一定要生做安尼真水真古锥的呢。文庆哦，会走去书行两周。全小妹啊，对无？可能，巧咧，讲到上有可能，这我可能的这个判断甲上条，一定是杭州。来遐找到当找到文庆啊，跟小妹。有理。嘿啊，杭州啦。舅公啊，我看我妈妈可能是找不到人，心情足歹，你看什么办法无？我有办法交代我了，阿พี่婆啊，莫就安怎啦？我先甲你介绍这个所在啦。吼，这个所在吼，也未叫做高山的村，是叫做花山呢。吼，迄是龟裂山哦，内底上界无有千几只老虎。吼，迄虎逐只外歹哦，啊为着要赶遐虎走吼，总用这大鼓来哦，咚到尾哦，遐老虎咧，大家惊着，总走啊无半只，所以我讲哦，这个虎吼走啊无顺哦。这个所在叫做高山啊，这百姓大家为着要甲纪念哦，总咧起一间演泉寺，大家来拜拜啊，就是安尼啦。嘿，好，安尼我有巧。卖得抓啦，演泉寺吼，唔是安尼啦，伊的来源就是吼，我讲你听啦。你讲，伊较早这个所在吼，拢无厝的对啦。
干老一个窟窿尔，一个窟窿，窟窿都无要紧的，内底有藏一只啥，你知影？有啥？毒龙啦！啊，毒龙！大歹的，你知影无？安尼哦，这老百姓吼，拢无都通安宁呢。哦，到尾因大家就想办法吼，就咧请一个这吼新禅师啦。这个就是正港的国师，你知影无？国师想尽办法吼，就用法令吼，就来甲这只吼毒龙就来赶走，赶走。赶走，到尾老百姓吼，无怎安宁啊，对不对？嘿呀，到尾吼，经过差不多无偌久吼，到尾都一个吼禅师来就对啦。禅师，就咱讲为着要纪念就对啦，怎起这个永泉寺就对啦。哦，无法度啊，怎烧2摆火烧啦？啊，烧2摆，烧2摆咯。哦，到尾啊吼，都请一个啥林禅师来。林禅师，讲为着要纪念就对。都重新来起厝就对啦，起到即马就对啦，定装潢就对啦，到即马多300几年啊，300几年啊，300几年啊，但是啊正讲讲就对啦，伊这个永泉寺的历史吼，差不多1000多年啊，1000多年啊，1000多年啊咯。哦，安尼真正有久。迄庙的寺后壁无，那张铁树无？铁树，迄较早都种到即马嘛1000多年啊呢。哦，啊1000多年呢？揽袂过哦，揽袂过咯，无啥物你咧讲弄过，买咧乌白砖，爱对我学啦。安尼我会阁讲唔对呀。阿伯伯，安尼你有欢喜啊吼？若讲阮阿舅啊吼，要讲偌济故事拢偌好听，拢还袂讲咧了。是啊，阿伯伯你也欢喜哦，我讲得较济吼，拢无问题就对啦。对啦，啊，福州这个所在吼，唔是干那安尼尔，还有真济所在吼。足好就对啦。哦，啊，若讲到这个马尾吼，宋朝有一个妇人叫做柳七娘，伊结婚咯，第2天，因翁就来出海去。伊安尼一天等过一天，一年等过一年啦。每天吼，就举这个石头去山顶，要起一个塔，互因翁知影这个目标，紧倒转来就对啦。想袂到吼，经过几10年啊，后等无因翁倒转来，伊阵啊吼。做咱投江自杀呢？啊，投江自杀咯！哦，咱真正有感动了对。啊，等这柳七娘吼，投江第2天了后，山顶吼就出现一个老大人，带一寡工人吼，继续把这个塔完成就对了。等这个塔完成了后，这个老大人嘛是投江自杀啦。啊，传说咯，这个老大人就是柳七娘因翁啊，叫做罗心嘛。所以大家为着要纪念伊的精神哦，就要把这个塔号做罗心塔啦。好了，阿舅啊，安尼我知，罗心塔就是拄则来啦。系啊，出来啦，阿米婆啊，行，咱你先休困。你挂。哦，来啦。啊，啥物你啊，这边创啥呀？我这边是我一出啦，我边我爬，但是哦，你讲当兵的叫嘛？哦，这个重哦，可怜，没时间啦。我时间呢，不是啥。哦。哦，有够死人了，哟，这行咧看条，比甲我大方。好啦个呀，好，我实在无法度哩。啊，你物件买一大堆，安尼是要创啥呐？哦，你足戆个了。哦，迄物件俗哦，唔着爱加买一寡，啊无可惜啦对无？啊到时阵哦，咱等下庄口，大家唔知影讲，咱有来福州啦。我不错你。啥物？安尼要啥？福州岛得较好物件啦，像迄工艺品哦，俗煞去哦，手感得油哦。对。你讲也无过分，无过分。这对。嘿，今日这买这物件吼，大项都足好，足有简单嘞。哦，你看，这项哦，我送阮阿爸，啊那这项哦，我来送阮新官迎春啊。这项这大包，你看，啊，这包大包的哦，来送我传票，你看安怎？有理想无？迄有影咯，真理想的咯，可来个呀。你安尼吼，到一个钟头物件就买，啊到一个钟头物件就买，啊到时要买一大堆哦。安尼看你要怎赶转去台湾啦。哦，你实在有够聪明嘞哈！迄物件我到时啦，看无看咯，
还佫有猪脚骨啊你，啊有春兰，啊有阿伯婆啊，两个人安尼搞斗寒，对无？啥？我甲你斗寒，唔食囝，啊你唔自早就已经计划好啊？啊？别咧吵，别咧吵，阿爸紧困哦，紧困。好啦，困啦，明仔载甲讲啦。真心付出有偌多。有够气的呢，拢袂老。我证件嘞，我证件咯，吴公啊，你有看到我证件无啦？找甲真足的啦，证件后咧无伊的。我讲实啦，真正拢找拢无啦。有去你遮无啊？啥话啦，有这你无啦，无伫我遮啦，闪。无啊，听到我？哎呀，去你遮无？我无啦，我看到啦，你搁搞我遐。找你啦！你遮找啥？这猪脚骨仔的啦，你唔捌一日猪脚骨啊，遐大猪，啊你唔捌食猪肉嘛？我快点行咯。你找啦，进来啦。这上重要的咧。这不够对啊。哪个弄啊？我批吧。找较功夫的啦。哦，春兰啊。真嗨哦。好来呀！啊，你敢袂看？我嘛是伫外口等你呢。对啦。唔是啊，伊证件又无伊啦。